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来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100-200年前台湾囡仔咧读的汉文，精讲硕士汉文。事实毋是干那咧教汉文，嘛咧劝人人生的真理。头一句我招你研究讲，夫将真夹起，朋友不算来。这个算叫人讲人爱晓拍算，因为真甲夹拢是算数量的名词。咱有一句咧起来话讲，讲那美真，就是讲我咧讲话讲，你无认真听。讲那美真嘞，美真牛美迄个曲啊，原来敢若一个讲的形体，一讲两讲的讲，拄啊甲讲话讲话音，所以真夹你毋好无计算，毋好无拍算。有的人出门，你若讲坐电车，包含坐公车，都共款会教。时间无足赶紧的时，无得确踏蛇爱坐计程车。啊，当然嘛，要享受一个交通安全甲方便，坐计程车嘛是真好咯。总共是咧提醒讲，做代志开钱进前，你爱小暗算一下。硕士论文咧，甲咱提醒讲，若不算，若无咧暗算，无咧拍算，无咧抓的人，到尾啊会贫啦。好嘢，我咱会开甲散食啦。毋过另外一个角度，佫有一句硕士论文咧，甲咱讲做人原来毋通伤过熬算，略情小利，便是大道。做人毋通伤熬算，因为福气就爱靠烧饭。事实，这两句话头前还佫两句，讲生理人合理可作，小利莫争，略情小利，便是大道。万行要甲人斤斤计较的路，到落尾发生什么情形？人若讲好的机会，我甲你讲，人甲咱拍出人外，无要考虑提供互咱咯，因为你个人都贪小利嘛。叫你讲贫穷不算来，叫你讲都爱顶真算、认真算，算到尾啊，拢咧骗家己的人。所以做人凊彩，莫讲凊彩啦，上无嘛甲人互相，我会堪要互你加一个，你嘛会堪要互我减一个。略情小利，便是大道，就是咧教人即句话意思，就是咧教人讲毋通斤斤计较。哇！硕士论文真正有学问，毋是干那讲汉文的知识藏伫咧真，甚至讲做人社会行大的真理，100-200当前理句应用伫咧今仔日，还佫下拄下，还佫会当互咱当作宝贵的启示。